饿死了。今天晚上有生鱼片吃了，耶！走着，走了，生鱼片。太爷，太爷，太爷，嘿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，原来是你这个鬼东西在这装神弄鬼啊，吓我一跳！太爷，你还说是不是？行，看我怎么教训你！哼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！嗨，你师傅没教过你吗？祸从口出，被我逮着了吧？走！哎呦，哎呀，进宫就要少说话，多做事，知道吗？不要像我一样叽叽喳喳的，聒噪。不许再说了啊！喂，不是吧？我没杀你啊！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杀的！哎，你醒醒，你醒醒！不是吧？我把你给憋死了！啊，我不是故意的，要不然我给你念金刚经超度吧。对不起。